就是好的拢唔学啦，啊正经的无半片啦。像迄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》，大家好，关闭的。大家好，我欢喜在地新闻的主播林小丁。你敢有看到我传给你的影片？你讲的敢迄底？干嘛呢？我对你一点仔兴趣拢无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我绝对袂放你耍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甲我试看来讲。干嘛呢？所以就这地就对啦。是啦是啦，因为干嘛呢吼？咱台语有这个词吼，就是共款一字，共款一句，你用无共的情绪去讲的话，无共的意思对无？干嘛呢？是啊。哎呀，还有一句，卖安尼，卖安尼。卖安尼，你卖安尼啦！哦，有定钱你卖安尼哦，嘿，鸡母皮拢夹起来啊！我真正足牺牲我家己的。卖安尼有较塞奶啦！是啊，你卖安尼啦！哦嘿啊，哦嘿啊，哦。迄那像迄舞厅酒店吼，迄小姐定定安尼讲。感谢呢。好啦好啦，所以吼，咱要强调就是讲吼，共一个字词，啊无共的表达的方式，都无共的意义内底，这是咱台语文真奥妙的所在。像较多咱讲的迄个感恩呢，咱是为咱台湾8点档本土剧内底讲的对无？我听讲你伫迄个咱台湾本土剧的8点档，学袂少这个。讲呛声的话，细汉的时阵有无？阮老母啊，阮老爸啊，阮老母跟阮老爸，我真正是讲阮老母跟阮老爸。你爸爸跟妈妈啦，阮爸爸跟妈妈，阿爸跟阿母，嘿，阿爸跟阿母。因为8点的时阵吼，拢准时守伫咧电视头前咧看台湾的本土剧。哎呦，你就是，所以我就安尼看，安尼看，你就是看这大汉的啦。是啊，看到就够讲台语的，是啊，啊嘛就该用台语甲人呛声，甲人。是，嘿，啊你嘛真嗨呢。有啥物？你学拢无一寡好的。我条拢学歹啊。咱学一寡不得不切的。是啊，真嗨呢。今麦看你伫遮练小话。后来你拢学一寡啥？啊，咱小编吼，但是咱小编有写，这就是小编写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是你爱讲啦，这是小编叫我讲。你讲。嘿，蛮有相当的程度才讲会出来。是吗？好，我来啊。来哦，大家真少听。来哦。这要求碰到对面老崩西啊！重来一次。这个要求碰到对面老崩西哦，真正唔知死我。你若要死哦，就提15；你若要大号就透落雨。你若是要出山，好找无咯。你上好时间好到步改步啦。哦，有押韵呢，有押韵呢。讲实在啦，这实在是要求我嗨哦，去学一寡有诶无诶啦。要求这里，咱来讲要求啊，其实嘛唔是歹话。比如讲，哇，你今日要求我引导，谢谢。或者物件要求我好食，多谢。哦，这个囡仔要求我高水，多谢。好，这样你才就算好诶。是。啊，你都要学遐要求哦，我到这不得不切的讲咩？啊，你这真正是咧甲我考试的对。你就是好的拢唔学啦。啊，正经的无半片啦。无啦，你真正。啊，一寡歹听你上高啦。你就去想迄。这一定变成，这一定变成咱日常生活内底，你讲第一句话就是落去啊。有影吼，这有一寡这个口头的用语吼，拢充满着迄个性别的歧视，是，甲咱迄查甫人的身体，像迄查甫人，你身体部位拢骂落安尼。你做大呢？我心中，无啦，因为你若讲听到哦，你做大呢？你莫讲我心中载袂掉哦，我载袂掉啊啦。你载袂掉，袂人去讲啊，这自头上到尾拢是哔哔哔，这其实咱的乡亲呐，咱的听众，大家拢知咱要讲啥。是啊，这嘛含以早咱古早社会内底重男轻女这种文化有关系。你啊，大部分拢讲到这个查某人艺术的部分。系啊，你日常生活安尼讲，人知影你咧讲生笑的，总然袂甲你。有当时啊，毋是真正讲要故意有恶意啦，有当时是无恶意啦。是啊，讲生笑的。讲生笑啊？哦，对啊，讲生笑。即摆袂使安尼想到就讲哦。是。即摆这个社会吼，性别平等哦，你若当不当吼，卡袂到就要安尼吼，黑白甲这个查某人的这个艺术提出来甲骂吼，会去用告咧。哎呦，你莫想讲无啥。
哪嘞？你是跟我讲哦？我咧甲你讲嘿，我唔敢甲大家呛声。无啦，其实吼，平常时啊的时阵吼，我是安尼吼，斯文吼，彬彬有礼安尼吼，啊看到人吼，就 hello， 你好，袂黑袂干叫的迄型袂干叫，安尼是哦。哦，我个心中实在是皮薄菜啊。是啊，我拢是好啦，你好，彬彬有礼啦，真斯文。啊，我看到是嗨，珍姐，真热情，真热情，安尼，真热情。哦，性骚扰，安尼你敢有感觉无爽快？我是袂啦，袂吼，会使过来，无紧。最近，哎呦，性骚扰，所以是我甲你性骚扰，还是你甲我性骚扰？小心咯，是我甲你啊，你甲我。若无真熟，咱就莫随便吼，有这个肢体的这个接触。是。啊，若讲到已经真熟啊，像这是像家己的小弟。无紧，你尽量摸来讲，哦，你摸。哦，甚至啊，咱若年岁较大，这嘛生会过啊，对无？会当做咱的囝。我会当做你的孙啊。这种话你讲袂出哦。俗语你讲好的唔传，歹种不断啦，就像你安尼啦。哇，系啦。要毋过我生到遮缘投，什么罪过拢会当互原谅。哦，系啊。原来生做缘投有遮好的这个意是啊是啊是啊。无啦，讲什么？会使甲一切拢抹掉。咱今日要探讨的，就是有关这个部分。是。台语有一寡垃圾话，咧讲干夹的话，咧讲呛声的话，有当时啊嘛毋是讲吼，遐尼啊无价值。有当时啊，为这话内底会当看出吼，一个文化的价值啊，一个文化的艺术啊，是毋是？啊，一个民族的过去啊，啊现在啊，甲未来嘛，对无？本土剧内底，大家学着讲着歹的，可能是因为本土剧内底有讲出侪较歹听的话啦，因为内底就是爱安那剧情的需要嘛，爱互相呛声嘛，是啊，吼爱互相骂嘛，安尼够人要看。是啊，啊你若拢安尼足温柔的，啊拢无啥物冲突点，都毋是戏剧啊。咱之前嘛捌讲过，无共的语言内底吼，拢有无共的较歹听话。譬如讲这个西班牙，哦，我知西班牙有一句话，你甲翻做台语的时阵，就去讲，意思就是，你歹甲连苍头拢会哭。哦，一个人歹甲苍头都会哭，苍头拢哭，安尼看外歹才好。对啊，所以这用这个形容词，你看，拢无一句垃圾话哦。是啊，但是甲人经体甲实在是吼，无对比啊。啊，就是讲你做歹，你讲酸啦，你讲口水安尼吼。啊，譬如讲有一个国家，伊咧形容讲人的头脑定酷酷，伊会讲啥？这个人讲啥？诶，头壳顶甲会当去鹿波头，鹿波头，哎呦，啊，可见伊，安尼足定咧，安尼看我，这波头已经足定诶啊。这意思是讲，这人袂晓变通，袂晓变巧啊，头壳定酷酷啊。啊，搁有咱台湾人上爱讲的一句，你实在有够机车的啦。机车是哥，你这人是有够哥。啊，这是咱台湾的文化。啊，你囡仔穿甲呢？安怎？有啥物意见？橘橘的。然后无安怎？啊，敢若一粒柑仔。柑仔好食。我来掰开食。你想要食哦？要炸咧？你想要食？你有一点仔想抡去啊？抡去哦。人啊，要啉茶就爱啉迄个第二泡。咁安尼。早人就爱半路流，吼。咁安尼。柑仔要食吼，都要安那啊，囥一站嘛。像我遮缘投的。才会够食，才会好食。我甲你讲。像我遮缘投的人哦，四界找无啊啦。哦，我从头到尾拢无感觉你缘投。哦，无是安那。哦。像迄句啊，买甲长头，流目屎。我这歹吗？无啦，咱主要是咧呛虾啦。其实阮小龟吼，算缘投去做的啦。人真有人缘去做的啦。是啦。真得人听去做的啦。是啦。啊，你欢喜哦？欢喜啊。所以啊，咱来加讲好话。是。加讲好话，对方欢喜，咱嘛欢喜。啊，歹话嘛，毋是讲歹。尽量卖啦，尽量卖。啊，但是咱拄则有讲过嘛，迄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。要毋过你也当作心情做歹的时阵哦。啊，好写一个偷窥一个嘛，是啊。啊，也对迄个迄墙壁吼，咩样较当作一个人啊，美玲有丁啊。做机车的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好啦。是啊。意思就是讲，你甲大家教讲，你若足袂爽的时阵，就像你拄则安尼，对别人一直骂，一直骂。是，骂出来。你碰到底名什么？对啊，对啊，切115，什么，去台。你看这个歹条话，这歹条话，咱都学袂起来。是啊，是啊。嘿，可见咱是真善良的人。干嘛呢？好，干嘛呢？你这爱算袂煞。哦，咱下回这个时间继续看咱呢。台语真练的，拜拜。哦，一台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邀姨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
着惊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细心，哦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阿杂，哦，干嘛呢？哦，干嘛呢？啊？六條，六条。干嘛呢？啊，哦，干嘛呢？干嘛呢啊？干嘛呢？你唱啥？你上好唱啥啦？因为天生来唱啥加的。引导的。哦，